等我一下哈。有全过了没？他全过了。好，那你帮像刚刚阿姨这样。对。帮我放进去，谢谢。放进那个信封里。因为你们都不可以乱动啊。有，我有叫他帮我，因为我在帮他录，帮老师录影。谢谢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唔知啊。谢谢哦哈。老爸不听到。过了吗？等我一下哈。好，你帮我拿打包，然后拿一张圆圈给他，笔在你妈妈那里。全国会怎样？全国就领这个一张吗？